位嘉賓呢，一向都好熱心公益嘅喎，今日仲親身嚟到現場支持我哋嘅活動啊！佢就係奧比斯愛顏之星黃敏奕小姐 Venus， 有請。Hello Venus， 不如同各位觀眾朋友打聲招呼先啦。Hello， 大家好，我係黃敏奕 Venus。Hello， 好多謝你今日專程嚟到我哋現場支持我哋啦。咁我都知你平時拍劇好忙㗎喎，有咩原因驅使到你咁忙都要親身嚟支持我哋今日嘅活動呢？其實我唔係第一次支持奧比斯嘅活動㗎啦，喺好多年前呢，係去咗一個小學同班小朋友、小學生，我諗佢哋而家應該已經讀緊中學㗎啦，係參加一個蒙眼午餐嘅聚會。咁嗰個活動亦都令到我體會係好深啊，更加知道眼睛視力對我哋嘅重要。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眼睛係我哋嘅靈魂之窗啦。咁我支持奧比斯嘅原因當然就係佢哋對呢一方面嘅幫助啦。譬如話頭先講嘅好多小朋友，甚至乎一副眼鏡都冇辦法 afford 到嘅，咁佢哋又會去幫佢哋。咁我覺得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因為視力對我哋嚟講，你睇下，如果大家冇好嘅視力，今日就睇唔到頭先咁可愛嘅小朋友喺度表演啦。我哋身邊好多嘅嘢都需要我哋用隻眼去感受、去睇、去學習、去欣賞。咁所以眼睛對我哋嚟講真係好重要。講得好好啊！其實眼睛真係要好好咁樣保護㗎。咁我知道咧，你平時都成日拍劇啦，又要睇劇本啦，對眼一定好攰㗎啦。有冇一啲護眼嘅 tips 可以俾到大家呢？其實唔係淨係睇劇本嘅，我同大家都一樣係普通嘅中意玩電話嘅人，可能成日都會望電話啊、望平板電腦啊，即係經常都會望住啲發光嘅嘢，甚至乎其實睇書都可能成日睇啲好近嘅嘢，咁會提住自己用到咁上下嘅時候，真係需要休息。尤其是譬如話我可能做嘢好多時瞓覺唔夠嘅時候，就更加容易會覺得好紅啊或者好乾。咁所以瞓覺亦都係對眼睛好緊要，係啊。咁除咗呢啲之外，我覺得平時對眼睛好嘅要望多啲遠嘢啦。除咗自己嘅健康，我都中意留意我身邊嘅屋企人啊、朋友佢哋嘅眼睛嘅健康。咁我都會覺得不如多啲一齊出外去做下其他嘅嘢，唔好成日喺屋企望住啲咁近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啦，望多啲綠色嘅嘢對隻眼都會好啲。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唔好成日捽眼，因為手好多細菌，捽眼咧係好容易令到有細菌感染眼睛，可能會發炎。咁所以大家小朋友記得唔好捽眼啦，要學 Venus 姐姐咁樣要好好咁保護眼睛啦，同埋可能得閒都要去驗眼啦，定係我每年都會去做驗眼啦。咁因為驗眼你有咩問題嘅話，你可以及早發現，咁你都可以及早根治啦。咁亦都帶埋自己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一齊去驗眼咯。係啦，除咗自己嘅眼睛健康之外，都要提提身邊嘅人啊。如果你見到佢哋捽眼咧，就要提佢哋唔好捽啦。好多謝 Venus 嘅分享啊，都請你留步㗎。因為咧頭先我哋有班好可愛嘅小朋友咧，帶咗好精彩嘅表演俾大家啦。不如呢個時候我哋邀請埋小朋友上台同 Venus 一齊玩遊戲啊！有請4位。咁啊 Venus 就企中間啦，兩位小朋友就各企左右啦。咁我哋呢個活動呢，叫得係非一般嘉年華啦。為咗配合呢個主題呢，就不如請 Venus 同小朋友一齊折紙飛機咯。咁啊，折紙飛機可以飛向出邊啦，象徵住奧比斯嘅眼科飛機醫院。有大家嘅支持之下，一定可以飛得更高更遠嘅。咁啊，將個時間交俾你咯。教緊大家折紙飛機嘅時候，我都想輕輕問下 Venus 㗎，你折紙飛機有冇啲咩特別嘅經驗㗎？我而家係重返校園，我要向身邊呢個妹妹學習點折紙飛機。我驚我折嗰啲係飛唔起。唔緊要，我哋一陣間試下就知㗎啦。我見到4位小朋友都好專心咁樣去學摺呢個紙飛機啊！
Venus 接嘅紙飛機咧，唔係最簡單嗰隻紙飛機嚟嘅喎，應該係可以飛得高同飛得遠嘅。都接得似模似樣喎。咁我哋期待一下，一陣間佢哋嘅紙飛機究竟邊個係飛得最高同最遠啊？因為我見到佢哋好專心啊，所以我阻住佢哋接紙飛機。我陣間再訪問下佢哋接紙飛機嘅感受啊！我睇有小朋友好似已經接好咗咯喎，不如我哋訪問下接好咗嘅呢位小朋友先。你覺得接紙飛機難唔難啊？唔難。咁你有冇信心你嘅紙飛機可以飛得高同遠啊？冇啊。冇啊！咁唔緊要，我哋一陣間睇下，可能會有驚喜咧。我見大家都好似差唔多接好晒咯喎，係咪個個都接好啦？接好嘅話咧，咁可以而家請工作人員幫手移開我哋嘅遊戲台先。喺我哋飛呢隻紙飛機出去之前呢，有請 Venus 同咁多位小朋友拎住自己嘅紙飛機，擺一個準備飛嘅 pose 俾大家影翻張靚相先。好，我哋首先望住正前方嘅大會攝影師同埋傳媒朋友，然後我哋望一望左手邊。好，我哋再望一望右手邊嘅傳媒朋友。好，喺呢個時候咧，大家可以靠我右手邊呢度咧企一企先嘅。係右手邊，係啦。咁當我數3聲嘅時候咧，大家就一齊將你手上面嘅紙飛機咧飛向呢一個工作人員而家揮緊手嗰度，係啦。預備㗎咯喎，3、2、1。飛！哇，好遠啊！呢一個，大家啲紙飛機都成功飛咗出去喎，犀利啊！嗱，飛得唔夠遠咧，係唔使灰心㗎嚇，可以繼續努力去學習點樣接一個更加優質嘅紙飛機，咁就可以飛得更高更遠㗎啦。唔該晒 Venus， 咁啊請留步啦，小朋友都請留步先嘅，因為咧呢個時候咧，為咗多謝咁多位小朋友一齊參與呢個遊戲咧。台上嘅每個小朋友，每人都會有一份由今次活動關懷贊助萬壽雷敦亞洲太平洋有限公司送出嘅禮物㗎。有請萬壽雷敦亞洲太平洋有限公司廣告及宣傳部容海瑩小姐 Camilla 上台派禮物俾小朋友㗎。有請 Camilla。咁喺呢個時候，我哋邀請埋 Mary 一齊上台合照啊！我哋都希望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可以一直持續飛到去世界嘅唔同角落，去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實現佢哋嘅光明夢想。好，我哋企得親密少少，一齊影呢張大合照。好，我哋望一望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啊，再望望右手邊嘅傳媒朋友。好，唔該晒咁多位。
位係啦，請3位留步嘅小朋友可以先到台下休息啦。因為跟住落嚟呢，我哋要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儀式，以行動支持全球眼疾患者可以重獲光明，得到一個改變一生嘅希望㗎。儀式咧會用以下方式進行，一陣間我會數3、2、1之後，各位就可以將手上邊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嘅 props 貼上去呢一塊展板上面，象徵住大家一齊合力打擊盲疾，為更多眼疾嘅患者重見光明而出一分力。貼上去之前呢，不如大家都影張大合照先。我哋望住正前方嘅大會攝影師同埋傳媒朋友。